人中山年头年尾拜神少不了做红粿，拜老生活红红火火。今日来分享做红粿上水做法，这样做配卜做非常好食。今日来包做乌丝乌西脱丝加入熟地豆甲青菜粒，味里加盐、鸡精、胡萝卜油、五香粉加只盐油加炒走，这样炒出来甲非常香诶。准备来做个粿粉，我来用一包水加胶粉来做是铁钢弹诶。这金粉里加两碗滚水，这样炒大炒辣，按这样面絮状，加点米红水咯调色，汤烧甲切做光骨甲一碗。有点夹手，咱加点只盐油咯，继续切这样揉丢粿粉里切好啊。粿粉唔知做呢做，你看袂包水加胶粉，有等我来做这样做出来包是铁荷包啊。用粿粉酥烟底部底做完轻放入一个乌线按这捏盖酥烟起来就好啊。一包水加胶粉大概好做18至20个红粿，水滚放球去吹15分钟，时间到，你可以这样吹出来，配卜做非常硬。因为做出来粿粉非常软松，丢来这也是铁糕啦，叫咱摆也是非常好用的。